头来中华溪湖有一笪1.3公顷的公有地，县府是打算要伫遮起低西石多元处理中心，也毋过当地人反对。烦恼的污染土地，已经几若届向县府陈情抗议啊！也若带头的里长最近有收到地检署的传票，讲伊妨害公务爱去到案说明。这个里长是批评县府用法律来刁难，伊讲伊不服会继续抗争。来到中华县政府准备要起的低西石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的议定地，看到的是规片的杂草，但是在地里长蔡福祖在去年8月12日，带300个里民想办法冲破警方的防线，入去到县政府抗议污染。最近却收到中华地检署刑事传票，要求伊针对妨害公务案告定来说明。伊讲伊是第一个因为丁控红告发的里长。当天的推挤的行为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场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找不到任何县府的局处首长愿意下楼来接见我们，然后他们想要进去县政府的内部，要去跟局处首长来反映这个事情，是因为被警察跟那些栏杆所阻挠了。所以才造成一个推挤的一个动作。蔡福祖讲，新闻是无90分就互检方请回，这个是县府想要用法律来手段找因的麻烦。中华的警方表示讲，里长迄当阵涉嫌使人民众冲入去官署，才依法来移送。农业处是强调讲，第三条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的选址确定，后壁会以上严格的环境标准来执行。里长跟副会长有登高一呼，请他的里民就是说通啊，我们全部通进去热血教唆里民。这个妨碍公务的这个嫌疑，将他们移送给检察官来依法侦办。这样可行性评估快好了，8、9月可以公告了，就是公告我们有哪些条件，然后来办招商。中华目前还有二林宏苑交界的火葬场的争议，当地自救会听到控警移送法办，表示讲有心理准备，那县府黑白甲因陷害，会用法律的方式来反击。县府他如果硬要栽赃给地方抗议的群众，当然，我们一定会相对反击，以采取法律途径来跟县府周旋。检方对这案是无愿意加讲，县府是强调讲，第三条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会当帮助来改善东路溪争吵的问题，会用上严格环保标准来起。目前就要通过可行性的评估，按算9月公告招商，2026年底开始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